台北这边有一个阿桑哦，昨暗去坐捷运，说讲风打着脚，有够无欢喜来冤家，也起一个呢，说甲这刀啊夹出来，也伊安尼做，根据台北捷运公司的规定，唔但爱罚钱，嘛去予警察依照恐吓罪嫌送法办。警察到会将被偷摸的乘客带离开。啊，不过伊做啥物？交通警方到场咧。登去几分钟进前，涉案女乘客坐车，甲人伫车内去冤家，所向为皮包内底提出一支果子刀啊。截警现场查扣水果刀1把，后续由万华分局依恐吓罪嫌侦办。代志就发生伫北站西门站，日暗时11点外，58岁护林男坐板南线，讲不满伫车顶互10人落着卡，才去冤家愈吵愈凶，一时情绪激动，才摕刀啊出来。会先远离那个地方，因为我怕他可能也会对我做出一些行动。去过大陆，他们会先通过那个有点类似像 X 光这样，对，而我们台湾没有。今年9月，才有人伫中和新路线，因为劝阻外籍旅客伫车厢内底啉饮料，被不雅手势，去甲摕米缸倒出来。去年新埔站阁发生摕刀伤人事件，这种状况常常出现，爱安怎提悬乘客安全呢？我们在捷运遇到这种事，其实非常少见的，不需要为了这么少见的事情都要先过安检。那我们在这车厢内的影像的辨识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异常行为的侦测。北捷公司有明定，刀啊，这尖的物件一定爱妥善包装，才用坐车过站的出入口甲在车顶悬。伊拢搁一摆告示提醒，一定爱收好，唔通流出来。即马搁有摕刀出来事件，涉案护理人勘涉刑事责任以外，也互北捷公司罚一万。记者综合报道。